大家好，歡迎收睇賽馬直擊，又嚟到咧皇家亞瑟谷賽事嘅第二晚賽期啦。見到第二晚賽事咧，就只係得一項嘅一級賽啊。威爾斯親王錦標賽馬日啊，淨係得威爾斯親王錦標啦，安排喺第4場賽事上演。雖然得一項一級賽啊，咁但係其餘咧頭嗰幾場賽事咧都有3場嘅2級賽㗎。頭3場賽事咁大家都要揾下啲好馬啦，因為出馬都比較多啲。除咗嗰3場賽事2級賽之後咧，皇家狩獵杯咧都係出馬眾多嘅一類賽事嚟㗎嚇。今日嘅主題賽事啦，射呢個威爾斯親王錦標啦，咁當然就睇下上屆冠軍啦。監察官可唔可以再下一城呢？因為近呢6屆咧，其實就除咗個家軍包攬呢個即係頭馬之外咧，上年都見到高士德家族咧都係可以贏得到㗎。咁所以今屆嘅賽事都要問過佢2個先得。咁但係啦，當然有法國嘅代表啦，上屆凱旋門大賽冠軍德令星，咁睇下會唔會咧都繼續憑住個威勢啊，可以贏到今屆嘅威爾斯親王錦標啦。點解呢？因為呢匹馬今年已經就贏咗2項嘅1級賽啦，包括喺即係成個歐洲主要賽期嘅第1項年長馬1級賽根利錦標，咁同埋上次咧我哋叫做亞加汗4世錦標啦未改名之前都可以贏到呢個1級賽㗎。咁但係黐馬方面呢，都有2匹嘅喎，包括就觀火啦，咁同埋就劇唱一啫。其實數手指咧都一段時間冇黐馬你贏到呢個威爾斯親王錦標啦。稍有時間再同大家傾下呢，就係呢場威爾斯親王錦標啦。咁但係先睇下跑咗第1日嘅賽事啦。天氣就非常之好啦。去到第2日呢，今日就風勢嚟講就比較大一啲。去到最後直路階段呢，就吹呢個順風嘅。不過呢個時候呢，都睇睇呢首日練馬師榜嘅成績啊。岳伯仁琴日呢就交咗2 win， 亦都呢係第一次呢贏到啲英皇查理斯3世錦標啊，連同阿莫架。咁所以第1日呢，佢攞咗2 win， 1個第2㗎啦。另外阿仔亦都表現唔錯喎，我本然啊1個第1， 1個第2，2個第4添。各位法其實成個皇家亞瑟谷賽事咧，過往計埋琴日啦，其實就星羅圖啊其實就贏過3場嘅賽事咁大把嘅啫。咁但係今晚會唔會有機會延續到旺勢咧？都大家可以望住各位法嘅馬匹啦。幾耀今日都有1 win 1個第4，另外近恩同埋韋家韋家開頭亦都未贏嗰啲皇家亞瑟谷嘅1級賽啊。琴日一開波嘅時候咧，就已經係爆爛啦，女王安妮錦標啊，拍住宋雲克。今晚呢，大家都係佢會合作咧，順得土曲咧都有機會㗎。至於騎師方面啦，20歲仔 Billy 仔劉建龍啊，琴日係贏到劇烈氣象啦。1 win 1個第2， 1個第3， 1個第4，成績其實好過莫雅㗎。莫雅亦都有贏馬，贏埋就有個第2添。黎應陽啊，宋文克啊，宋文克就都有頭馬見面，就冇騎師起孖㗎。不過琴日咧就麥道朗咧憑住星羅圖咧就幫即係嗰件彩衣啦 One Up Racing 嘅彩衣去贏到馬匹嘅。咁所以睇下今日呢堆騎師會唔會繼續係可以數糊啦？因為莫雅同岳伯仁咧都有機會成個賽期咧係有機會過8㗎嚇，成咗一個新嘅里程碑啦。再睇下今屆嘅賽事可唔可以睇到呢個紀錄嘅誕生啦嚇。除咗我之外，又知道香港方面咧仲有3位拍檔同我哋傾下今晚嘅威爾斯親王錦標啊。現場咧皇室成員啊準備步入呢個沙圈啦。所以咧呢個時候交翻俾你哋先。好，唔該晒現場嘅圖啊！今晚真係好多賽事要傾啊，不但止啊，而且有啲賽事咧出馬去到30匹嘅厲害到。今晚睇下各項嘅途程啦。今晚就冇嗰啲4000米嘅，但係最長途程咧都唔短嘅喎，2844米啦，最短途程都係1000米嘅。同埋咧1600米咧，我哋今日播嘅賽事入邊咧有2款嘅，一項咧就係即係直路賽啦，咁另外一款咧就係轉彎嘅途程。咁轉彎嘅1600米咧就係 S2嘅第3場啦，劍橋公爵錦標嘅。今日打頭陣咧就係 S21啦，瑪麗皇后錦標咧就2級賽嚟嘅，跑1000米。跟住即刻整場大長途，大家嘆下啦，女王平賽咧就跑2844米嘅。主題賽事威爾斯親王錦標咧就跑大概2000米啦，2005米嘅。今日嘅涵括嘅途程有短途1里同埋即係2000同埋2800米嘅途程啊。比較特別咧，我睇個途程有啲改變嘅咧，應該 S 嘅第7場啦。過往嘅溫莎堡錦標咧就跑1000米啊，今年就改咗啦，跑1200喎。S2 威爾斯親王錦標賽馬日咧設有4重彩及4連環合併彩池，孖寶第1口及第2口孖 T 及3寶嘅4重彩同埋4連環彩池就有 S2
S2嘅第二場、第三場同埋第四場啦。咁啊，第一口孖 T 就係 S2嘅第一場、第二場啦。第二口嘅孖 T 就係 S2嘅第三同埋第四場。三寶就係 S2嘅第五、第六同埋第七場嘅。咁啊 S2嘅第一場、第五場、第六場、第七場呢4場呢，凡宣佈出賽馬匹達21匹以上呢，位置派彩將會增至到第4名嘅。21匹以上位置有4個都係呢個賽期嘅其中一個獨有嘅場面啊！特別多呢啲場次嘅。同埋今日依家大家見到呢個巡遊咧，都係皇家亞士谷賽期第2日獨有嘅場面嚟嘅。咁啊，依家影住就係英皇查理斯三世啦，同埋皇后就卡米拉。咁啊，當然啦，我哋都係全球匯合彩池即係支援之下咧，今日呢個賽日㗎嚇。同埋頭先見到咧，威爾斯親王啊，即係威廉王子同埋王妃凱特咧，都有入場喺後邊嗰架車嗰度。今日應該因為要頒獎啦，應該就有威爾斯親王錦標賽馬日嚟嘅。所以喺地球嘅另一端咧，即係國家隊準備上陣都冇得睇住啊！好啊！今日有幾匹馬宣佈咗退出嘅，包括咗 S2第一場嘅28號你的愛歌啦 ，S2嘅第5場有2匹嘅，分別係31號嘅寶師兄同埋32號嘅迪歌之美。另外 S2第5場有33號嘅尋王壯舉，另外 S2嘅第6場20號嘅載歌載舞。退出馬就2匹啦，3匹保唔入嘅，第5場嗰3匹31、32、33都係保唔入嘅。啊，寶師兄就會轉跑其他賽事㗎，會喺呢個賽期上陣嘅。所以一陣 S2第5場麥道朗就嘅坐騎都會逆配翻俾阿杜俊成啊！就啱啱你講嗰匹啦 ，S2第5場6號檔案專員。亞士谷馬場依家就多雲啦，氣温就23度嘅。咁啊頭先阿圖都講啦，現場比較大風少少啊，冇上年咁熱咯。係啦。咁啊，睇下啲掛牌先啦。喺直路嘅賽道，我哋今日跑直路賽就係 S2嘅第1、第5、第6、第7場就好地至快地。咁而轉彎嘅途程就係中間啦，2、3、4場咧都係掛好地至快地嘅。咁啊，第一口孖 T 就包括咗 S2嘅第1同埋第2場啦。截止投注時間晚上9點半。咁啊，琴晚啊，練馬師近恩贏完馬之後咧，都已經講過，預計呢幾日個場地咧，即係好大機會越跑越快添啊，仲會。因為英國當地呢輪都係好天啊，都唔知話佢好天好定旱好啊。係啊，其實近年都有咁嘅情況嘅，皇家亞士谷賽期呢啲場地咧，都好自快地為主嘅，都係。英國人就好珍惜呢段時間嘅，6月至到8月尾，即係我哋嘅暑假咁上下咧，就係佢哋全年最好太陽、最乾爽嘅一個時間。因為由9月開始咧，其實佢轉冷之餘咧，就會開始落雨嘅。就唔落雨都好啦，陰陰沉沉咁係啦。咁啊，威爾斯親王唔使擔心啦，頒完獎翻去大把時間睇自己國家隊啊，有排都未開始嘅，佢嗰場波就。因為今日就威爾斯親王錦標賽馬日，咁依家嘅威爾斯親王其實就係威廉王子，咁而威廉王子成為威爾斯親王之前呢，其實就係劍橋公爵，咁所以今日嘅即係其實呢個賽期嘅啲賽事名。